開始今日節目之前，想先問熒幕前嘅你，一日食幾多餐㗎？有人話少食多餐可以穩定到血糖，亦都有人堅持一日均衡食3餐，認為咁樣食先至係最健康嘅。更有人為咗追求啟動細胞自噬，想瘦得快啲又諗住抗衰老，而選擇一日淨係食一餐嘅呢一種長時間斷食方式添。但究竟邊一種方式先至令營養吸收得最好嘅呢？邊一種先至可以真正提升到代謝㗎？更重要嘅係，邊種方式先至係同你嘅體質最夾嘅呢？今日我哋就嚟一場飲食頻率大對決，深度拆解下呢3種主流飲食模式嘅利與弊，幫你揾出你嘅專屬飲食節奏啦。開始之前，請大家先幫我點讚、訂閱同埋分享俾你嗰啲食無定時，又或者正因為健康目標想去改變下飲食模式嘅朋友仔睇喎。完成咗，我哋就即刻開始㗎啦。大家好，歡迎收睇營養快訊，我係 YY。係你追求身心靈健康嘅一個同行者。過去15年，從協助學術研究、企業培訓到社區諮詢及運動健體推廣，我嘅工作只有一個核心，就係幫人揾返身心靈健康。一句講晒，最緊要快樂，活在當下，享受人生。其中一大元素必定離唔開嘅就係講飲講食。喺呢個系列，我會用最快嘅時間同你分享一個最實用嘅營養資訊，唔講咁多廢話啦，即刻去片。嗱，開始之前都要緊記一個概念喎，就係進食頻率本身並唔係減重嘅關鍵，真正嘅關鍵仍然都係總熱量攝取啊。換句話嚟講，無論你一日食1餐、3餐定係6餐，只要總熱量一樣，體重幾乎係冇變化過喎。但係對身體嘅影響就截然不同，特別係血糖嘅穩定度、荷爾蒙反應同埋代謝狀態產生嘅結果就可以好唔一樣啦。首先嚟睇下少食多餐啱唔啱你？少食多餐即係一日食5至6餐，大約2-3個鐘就會食下嘢咁咯。好處就係血糖會穩定啲，而且蛋白質平均咁吸收，有利於肌肉修復㗎。另外，少食多餐會減少你覺得肚餓嘅時間，咁咪冇咁容易暴飲暴食咯。但亦因為進食時間太長，所以都有機會不知不覺咁攝取過多熱量，咁就會變咗多食多餐㗎啦。而且胰島素持續分泌，身體缺乏休息嘅時間，其實不利脂肪燃燒之餘，亦都會增加腸道同消化系統嘅負擔㗎。所以概括咁講，少食多餐絕對唔係減肥嘅魔法，而係血糖管理嘅工具嚟嘅。跟住再嚟睇下最經典嘅一日3餐啦。早午晚3餐，每隔4至5個鐘倒食一餐，應該都係最多人嘅生活習慣嚟㗎啦。呢種模式嘅優點就係符合人體晝夜規律同荷爾蒙嘅節奏，配合生理時鐘，固定進食嘅時間，係可以提升到代謝效率嘅，亦改善到胰島素嘅敏感度，俾到腸胃充分嘅休息時間添。而最重要嘅梗係容易執行，同啲朋友差唔多嘅飲食模式，咪容易啲約食飯咯。但就算呢種模式咁普遍，都有佢嘅缺點㗎喎。2餐之間可能會出現肚餓嘅感覺，對於代謝極快嘅人嚟講，2餐之間可能會出現輕微低血糖嘅情況。而如果某一餐份量過多，特別係嗰餐高碳水嘅話，血糖起伏會更明顯㗎。所以話呢，3餐制對維持體重、穩定能量同長期健康嚟講，絕對係最穩陣嘅選擇嚟咯。最後就係近年大熱嘅斷食模式，有人直頭一不做二不休咁揀咗一日淨係食一餐，每日熱量集中響1至4個鐘內攝取，一日20至23個鐘就完全唔食嘢㗎啦。但記住呢種模式係屬於間歇性斷食嘅極端形式嚟㗎。呢種模式之所以深受歡迎，係因為佢可以促進到脂肪燃燒同令到胰島素下降至最低點，激活細胞自噬，幫助細胞修復同提升生長激素分泌咯。但係呢種極端嘅飲食模式都有唔少風險㗎。首先，人體每次對蛋白質、維他命同礦物質嘅吸收係好有限嘅，一日淨係食一餐，進食時間又咁短，腸胃真係好難響嗰幾個鐘內有效咁吸收晒全日所需嘅營養微量元素咯。所以變相好容易產生一啲副作用，呢點係絕對唔可以忽視㗎。例如血糖波動都幾大，亦都比較容易出現低血糖咁，仲會影響埋專注力添。另外，女性荷爾蒙亦好可能受到影響，情緒都幾容易波動咯。甚至因為攝取唔夠蛋白質，仲會令到肌肉流失添。所以呢種模式真係極端中嘅極端，要小心實行㗎。好，而家我哋知道咗唔同飲食方式嘅利與弊啦。咁喺咩情況下營養先至最吸收嘅呢？先講下蛋白質啦。蛋白質響一日之內分2餐或4餐食嘅吸收率，分別其實唔算大。所以少食多餐或一日3餐，響吸收蛋白質方面都係唔錯嘅選擇。對維持肌肉合成同修復嘅效果亦比較好㗎。
而水溶性嘅維他命，好似維他命 C 咁，少食多餐吸收效果會更好，因為水溶性維他命一次過攝取多咗，只會隨尿液排走嘛。而脂溶性維他命呢，好似硒、D、E、K 咁，就需要配搭埋油脂嚟食，先至可以有效咁吸收嘅，咁俾足夠時間慢慢去消化會好啲咯。跟住仲有一啲微量元素，好似鐵同鈣咁，通常分次攝取，會比一次過大劑量更有利吸收噶。所以都係少食多餐或一日3餐咁食，吸收效果會好啲咯。簡單啲講，真正影響吸收嘅關鍵其實係每一餐有冇齊蛋白質、足夠纖維同好嘅脂肪，同埋你有冇時間慢慢食、慢慢咀嚼，總熱量有冇過多或過少呢？所以話呢，響選擇飲食方式之前，先考慮下呢啲因素好喎。除咗營養吸收嘅因素之外，更重要嘅係了解自己嘅體質。而家我哋就即刻睇睇邊種體質適合邊種用餐方式啦。首先，對於血糖唔穩定、容易頭暈嘅朋友，少食多餐就最合適啦。仲有壓力大、腸胃又比較敏感嘅人，少食多餐就可以避免一次食到太飽滯咯。仲有運動量大又需要持續補充能量嘅人士，以及孕婦同哺乳期嘅女性，都係少食多餐會比較舒服噶。但要注意，每餐建議控制小份量，避免高糖零食，重點放響蛋白質、纖維同健康脂肪度咯。跟住就係最均衡嘅一日3餐模式，呢種模式適合一般健康成年人同埋作息規律嘅上班一族啦。要注意嘅係，早餐最好佔全日30%嘅熱量，晚餐就避免食得太夜，最好瞓前3個鐘食完晚飯咯。而且都要控制每餐嘅份量同蔬菜嘅比例喎。所以都建議配合埋地中海模式，高纖飲食，對體重同心血管風險就相對穩陣㗎啦。而最後就係一日1餐嘅間歇性斷食方式啦。呢種方式屬於比較極端嘅版本，只適合少數已適應咗斷食嘅進階者咯。同埋正處於減脂停滯期而且作息規律嘅人士，響專業人士指導下都可以短暫適度進行嘅。但必須要注意嘅係，如果出現血糖大上大落、頭暈手震、情緒波動、暴食傾向，仲有難以攝取足夠微量營養素嘅人士，都係唔適合噶。而對孕婦、兒童、長者同糖尿病患者嚟講，尤其高風險添。講咗咁多，不如我哋嚟個自我評估啦。睇下你目前嘅身體信號，話俾你知最啱你嘅用餐方式係邊種啦。快啲話我知，你而家身體最接近邊種狀態嘅呢？嘿，成日食完飯就好容易眼瞓，而且個肚仲積聚成圈脂肪添。B， 一餓就會出現手震、心悸，仲會脾氣變得暴躁㗎啦。C， 經常胃氣脹，仲有啲消化不良添。快啲響留言區話我知你嘅狀態啦。順便都話埋俾我知，你而家習慣實行嘅係邊一種飲食模式喎？一日3餐，定係2少食多餐，抑或3一日2餐，類似168咁嘅輕斷食啊？定係4一日1餐嘅極端斷食呢？等我睇睇你揀嘅方式啱唔啱你。留咗言嘅朋友，請放心，我會盡快回覆你㗎啦。嗱，其實冇咩話絕對最好嘅飲食頻率嘅，亦都冇一種方式啱晒所有人嘅，只有最啱你體質同生活模式嘅選擇啫。所以重點從來唔係你一日食幾多餐，而係你一日裏面總共食咗啲乜。揀選營養密度高嘅食物，有規律均衡咁食，而且符合你嘅生活節奏，令你可以長期維持執行，咁樣先至係真正健康嘅飲食策略咯。如果你喺增肌減脂控重嘅路上，仲有壓力同困惑嘅話，不妨喺下面留言話我知，我會陪住你一齊去破解。如果呢條影片對你有幫助，請記得幫我點讚、分享埋俾朋友，並且訂閱我嘅頻道，先至唔會錯過最新嘅營養快訊㗎。多謝收睇，我哋下次見。